教育部公布的大专校园学生权利调查报告分数是真悬，也毋过今仔有真侪学生团体因指控讲，这个调查结果脱离现实，根本无法度来反映出无共学生族群实际上面对的问题。伊呼吁教育部应该退回这个调查定做假调查，真粉饰，批评学生权利调查报告是假调查，暗藏真相。教育部进前公布大专以后的学生权利调查报告，指出整体学生权利的平均指标高达9.4，暗过真侪学生团体站出来，指控调查结果背离现实，无法度准确反映新住民、原住民等族群学生的读册实况。各个大学啊，在高教生根上面虽然有弹性的分配机制，但它很取决于大专院校他们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导致学校里面的不利群体他们为了争这个资源而弱相残。但是这是我们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东西。保障学生有可以请这个碎石记忆假的权利，那我们就不难想象，实际上原住民族学生在学校会面对的是老师到底会不会认为你这样的请假是有意义的？你是不是只是想打着文化假想要回去过节，实际上只是在家爽爽过？新庄学生团体也指出，调查结果无法度反映新庄学生读册真实经验，无法度呈现校园无障碍环境，爱国改善的现实。教育部也在这份调查当中提到，平等保障是达成率最高的，但我们现场却看到身心障碍学生在学校基本的食住行都因为缺乏具使用者经验的无障碍环境而困难重重。学生团体强调，这份调查敢若注重伫制度是毋是建立，呼吁教育部调查退回定做，而且强化制度落实甲成效评估，也加强对多元学生群体支持，甚至扩大调查范围，将国教这边的高中升等也包含伫内底。记者综合报道。